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7日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一台直升机昨下晡演习的时阵，伫新竹空军基地失事，正副驾驶拢过往。总统蔡英文伫今仔早起10点会到病院慰问家属。国防部长严德发伫昨暗9点有去病院关心。离开的时阵，伊是表示已经向家属详细说明。也毋过今年的汉光演习已经有4名官兵死亡，阁有1个人昏迷，创下汉光演习30多年来上侪意外的一年。家属接到消息赶来病院，陆军航特部一台编号616的 OH-58D 战术直升机，昨日下昼伫新竹空军基地降落地，造成正驾驶消耗跟连转。副驾驶上尉郭家龙殉职，国防部长严德发暗时6点半也到病院探视殉职官兵的家属。我们都跟家属做说明了哈，也转达总统对这件事情的重视。他们都是我们国军国家的英雄，英勇的牺牲，为了减少百姓民众的损失，这种大仁大义哈，我都跟家属做了转达。这是今年汉光演习第2件伤亡意外，连同吹沙调战队兵损意外，造成2死1重伤的意外，已经有4位官兵死亡，1位也阁唔在人，是汉光演习自1984年第一遍举行以来伤亡上惨重的一年。其他汉光演习造成的伤亡，包括2018年汉光3月4号演习，伞兵陈良峰伫跳伞时阵，因为主副伞拢无开，摔个涂骹重伤；也阁一台 F-16战机飞过归人港了弄山，飞官吴安庭死亡。2017年汉光32号，陆军一台 CM11战车伫行军操演时阵，兵的脚骹，4位官兵死亡，1位受伤。总共汉光演习发生过13件意外，17个人死亡。这边发生意外的 OH-58D 直升机，今年5月初6，捌伫台南的桂林基地发生动摔落地。2018年3月也发生学员关刀判断错误，造成动摔高扭起定杯，迄人阵拢无造成人员的伤亡。国防部除了调查原因，也协助家属处理后事。辉煌基地的这个同时，的确是有发现低速的警告灯有亮，那就转速不够，那为什么会这个原因？我们事后会做一个调查。新竹地检署讲，检察官已经商验结束，by后日8月7月20日，伫桃园龙潭北矿市国军总病院解剖正副技师。记者综合报道。昨是汉光36号演习第4天，下晡伫新竹空军基地，一台战术直升机准备要结束任务转去的时阵，起飞无到3分钟，驾驶就回报讲转速上过低，必须要降落。因为下面拢是人家厝，所以驾驶是斜弯180度，煞降落失败，直升机摔落来起火烧起来，顶头一位少校，佮一位上尉拢不幸死亡。黑色的烟一直都涂骹穿起来。昨日下晡汉光演习，航特部航空601旅一只 OH-58D 战术直升机执行第3作战区战备操演任务。伫咧结束了后要转去的时阵，伫新竹空军基地西边南面的跑道摔落来，而且佮导火烧起来。救护车紧急甲飞轮机顶悬的正副驾驶送去国军新竹地区的病院，但是2个人伤甲真重，不幸殉职。他们受到的很严重的伤害，我们确定已经是殉职了。殉职的正驾驶是少校甘仁专，有1100点钟的飞行时速；副驾驶是上尉高家良，有250点钟的飞行时速。陆军指出，早起执行操演时阵拢真顺利，毋过下晡转去新竹基地增补加油了后，失事的直升机3点25分打起飞，殉职的飞官就回报，旋翼的转速伤低，过3分钟了后，3点28分迫降失败，摔落来涂骹。它在3点25分飞机起飞之后，各位可以看到，它从这个因为新竹基地的跑道主跑道目前在检修当中，所以我们从它整备坪旁边的跑道其实起飞。那起飞25分起飞后，大概2分钟，2分钟的时间，它就有用无线电来呼叫它的旋翼转速过低，旋翼转速过低。那因为在前方刚好有一个民宅的讯息的位置，按照旋翼转速过低，它必须要实施紧急的迫降。那它在实施紧急迫降，如果直接迫降下去的话，除了它自己飞机没有办法获得确保之外，它也会伤及到百姓以
及相关的民宅，因此飞行员在这个时候选择一个180度的回转。航电部表示，会成立专案小组查清楚失事真正的原因，嘛要求各类直升机暂停派任务。代志发生了后，总统出现问题的人民册强调讲，已经指示国防部专业协助损失官员的家属。这已经是 OH-580共机型的战术直升机，伫咧2年以来第3届发生摔落来意外。第一届是107年的3月份，摔落来是今年5月份，前2届拢无造成人员伤亡，毋过才打过2个月，就搁发生事故，一届互2个飞官无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日表示，国内新增加一个伫对外挖着武汉肺炎的病例，是一个今年初去菲律宾食头路30多岁的女性哦。伊返来台湾的前一天就出现皮毛芳草的症头，返来到台湾采检了后，确定挖着病。国内阁新增加一个境外移入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伊是今年初去菲律宾做工课的30岁台湾籍的女性，返来台湾进前，捌伫咧6月30接受公司安排的武汉肺炎抗体检测，检验的结果是阴性。不过7月14，坐飞机返来迄天下晡出现皮毛芳草的情形，暗时入境的时阵有主动讲有疑似的症状，由机场的检疫人员采检了后，送去集中检疫所隔离，伫咧16确诊。因为他在6月30号检验的是这个血清的抗体，测他最近2个礼拜甚至1个月前有没有感染。当时检验的结果跟这个7月14号检验结果当然是有可能会有落差。指挥中心表示，因为这个个案返来台湾的时阵，全程拢有挂喙罨，伫飞机顶的座位是伫咧第1排，前后2排的旅客敢若有1个人。因为安尼，目前敢若锁定这个旅客爱居家隔离。因若进前疫情期间，一对住伫美国30多年的翁仔某，也就是暗号384甲393，伫咧美国的时阵已经出现扫甲老的症状。4月份也是坐飞机返来台湾，致使飞机顶的乘客甲机组员拢爱隔离，引发外界质疑讲，恐惊会加做防疫的空芳。桃园地检署启动防疫处理小组侦办，因为无法度证明因伫咧美国都已经确诊，入境的时阵嘛有老实申报，所以无起诉。美方是以资讯不足，没有办法查复，导致于本案没有办法获得相关事实来认定这夫妻2个在登机返国前就已经是新冠肺炎确诊者或疑似罹患者。这2夫妻在入境前虽然有咳嗽、腹泻的症状，但是入境过程中都诚实申报。另外，越南交通部提案，希望8月份会当开放国飞，包括台湾在内亚洲部分商务航线，旅客便来入境都要隔离检疫14天。针对这点，台湾外交部嘛做出回应。经过我们驻越南代表处的查证，越南政府他们目前的确是正在进行相关的规划哦。那但是确切恢复航班的这个日期仍然要待越南他们来完成相关的这个配套措施。外交部强调，会持续甲越南保持密切的联络，关心澳洲相关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哦，今仔水气比昨较少，不过会继续透西南风。由于透早到中昼，中南部地区嘛是有局部短暂的阵雨，也是雷公雨。来看上新的温度，过到北部跟东北部、东部地区，佮有其他的山区嘛有短暂的雷阵雨，嘛有可能会落大雨。伫气温方面哦，各地拢是真热热的天气，台东嘛有可能会出现热风哦。昨伫台东的太麻里就出现40.5的高温。今仔除了台东、台北市，嘛有可能会到38度。另外，伫花莲西半部、佮有东北部、佮南投瓦吉山区的所在，温度嘛有可能会到36度。紫外线今仔嘛会较强，所以观众朋友出门爱注意哦，水嘛爱加啉寡。继续来看昨中昼哦，台东金轮出现40度的高温哦。气象局表示，台东、花莲有7个测站拢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新光大海团队嘛发现讲，热岛效应和台北市地区有5个所在特别热，或者是建议哦爱甲风引入来，也是会使加种一寡树仔来降温度。高温烧热，台东路亚团做一位59岁姓林农民，15透中昼伫餐地做事，疑似电刷上衣不敌。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老翁是呈那个右侧躺，那人是已经嘴巴和鼻子右半部都是已经埋没在水里的，他就是已经没有呼吸也没有那个脉搏。
气象局继续发出高温资讯，当地上台建筑系的研究团队伫上巴设置挖40个温湿度监测器，结果发现北市艋舺中正大东区甲新北板桥三重埔点5区平均温度竟然比南港大湖悬出2至2.5度，形成极端热区。这几个高温区几乎都在盆地的中央哈，然后外界的譬如说风来降温的这个条件跟机会就会比较少。都市的高密度的发展啊，街道比较狭窄，风进不来，然后空调的使用增加，户外就会变得更热，是造成这一次高温跟低温有这么大差距的原因。学者表示，过去都市热岛强度热天会比其他的季节明显。暗时会比日时也明显，也毋过今年却发现上北地日暝同款的明显，显示情况哪来严重。所以上气象局观测也会当发现，今年敢若5、6月，台湾每户季都创下史上上大纪录，13个测站平均温度28.24度，是1947年以来上大的每户季。台北市佫较像一个大小鼎，6月的高温纪录来到38.9度，是1897年设站以来上大的6月。在5月的时候，基本上梅雨比较集中，大概集中在5月的中下旬这一段时间。在6月的时候，太平洋高压基本上是偏强，所以5、6月整体来看，基本上温度真的是有比以前就是在气候值上面来讲是相比是有比较高的。学者认为，永丰都是降温的关键，像台东区会当利用延平和平公园甲台北桥。艋舺区会当利用青田花中和平公园、花中桥作为永丰都，佮搭配大面积的绿化，爱有充足的野营地区，将路用户风来行，才会当达到全面降温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先来看《自由时报》。产道症是台湾打出世的囡仔会发生的代谢异常遗传的疾病。有民众伫公共政策网络平台提案，要求政府全面禁止可能会引起产道症患者镜头的臭丸仔哦。人数已经超过5000个人，并且伊今仔会找各界来讨论，爱算会成为公共空间来减少使用。再来看《联合报》，减肥药啊，佩利婷今年初，美国食品管理局 FDA 发布可能会致癌的警告，同时咱国的食药署就马上要求回收，因为国内又搁接到2件可能是食药啊引起癌症的通报案例，食药署昨就废止佩利婷的药证。再来看《彭哥日报》，昨个汉光演习发生直升机失事，造成2个人死亡。陆军已经要求全面来暂停各种直升机的任务，会来组成调查小组来查明原因。总统蔡英文嘛指示，爱全力来协助不幸过往的飞官家属。继续来看汉光36号演习，昨伫台中甲南海部进行3军联合反登陆的作战，由总统蔡英文亲身教育。这届的操演哦，嘛是陆军新成立的联合兵种营头摆指挥陆海空3军哦来进行作战。另外嘛，传出咱的演习过程中，中国的军机是一直飞来咱国的西南空域，但台海的情势嘛变甲较紧张。弹幕涵盖目标区，2架 F-16B 快速冲入现场，向海面发射，水影是喷起来要5公尺悬，了后发射热焰大，快速退场。甲过去 F-16比起来，无论是速度、效能，拢是成长真济，是空军的新战力。透过这届军演，伫咧台湾人的面头前公开，总统蔡英文是亲身教育。国家安全从来就不是靠卑躬屈膝，而是要仰赖最坚实的国防。而我们所有的国军官兵就是国防的核心，实施饱和攻击。由经过核战机 F-16V 向海上的目标来弹，来做开始演习的部分，了海军借用吉弹发射5寸炮的火力，精准的拍到目标。飞弹发射了。上强的直升机阿帕奇嘛加入来作战，针对海上的目标发射地角火飞弹，目镜抓攻击直升机，之后话战超直升机嘛加入向海上攻击。地面部队嘛准备好啊，高门雷电2000多公的火箭，表现真大的火力来压制敌军。若是包括分8架车、3空机炮、标枪、拖式飞弹，拢是第一届伫咧甲南海山堡实施射击。这届操演上大的重点，就伫咧验证陆军新编成的联合兵种营，头一届指挥陆海空3军来进行作战。建制火炮为155榴弹炮，那这次将近2个月的演练。
虽然风吹日晒雨淋，但都浇不熄我们保卫国家的决心。国军强调讲，成立联兵营，就是为着要对付中共的核心营，目标达成一个营地当作战。国军上午在甲南海滩进行3军联合反登陆作战，这是国军首度后备军力加入105多炮射击任务。备受瞩目的原因，这是因为可以验证国军的后备能量足以跟常备部队一同保卫家园。汉光演习要进入上下尾的阶段，所传出国军昨日伫咧屏东红港的射击场进行天对操演，中共的军机所伫咧降级时阵挖进台湾西南的空隙，离台湾上近干333公里。引起台海情势紧张，空军强调讲，针对台海4颗位的情势，拢有感情掌握，目前台海一切正常。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各个军港哦，目前全世界确定的病例已经超过1380多万例，死亡的人数超过58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昨新增加一个病例，目前是452例，中国病例有83000多例，香港有1600多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跟印度，美国已经超过368万例，巴西超过200万例，印度超过96万例，俄罗斯有75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是超过30万例，英国是超过29万例，意大利是24万例。继续来看美国疫情，犹原是真严重哦。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资料是显示，到15半暝一天就有新增加超过6万个人确诊。目前累计哦，胃着病的人数已经有368万人，死亡的人数嘛超过14万人哦。奥克拉荷马州的州长嘛确诊哦，是美国头一位胃着病的州长。德州休斯顿独立学区宣布，新学年将延后到9月7日开学，并且伫开学了后至少6礼拜维持线上授课模式。德州即马疫情真正无乐观，15通报10791件新增确诊病例，创下单日新高。迄天也阁通报110人死亡，总计3432例死亡。They're bringing a few physicians. They're bringing a lot of nurses. Our nurses are overworked. They're extremely exhausted. 加州15通报140例死亡，但是新增确诊11126例，是史上第2悬。洛杉矶几下间餐厅因为州长杨森离岛做出防疫措施，要求室内餐厅、酒吧暂时停止营业，无多做生意的业者真无奈。Our grand reopening for us, and then we were only open 4 days before the state said we had to shut down. 奥克拉荷马州州长史提特宣布家己检疫是阳性，目前情况良好，是美国头一位得病的州长。另外，阿拉巴马州、佛州疫情尤为严重，迈阿密面临欠病床。全美国11州伫过去2礼拜拢出现病例增加。美国国家过敏甲传染病研究院主任佛奇对家己最近轮回被攻目标，和贸易顾问纳瓦罗投诉考试，只敢回应。总统川普罕见也甲佛奇共一个电线。He made a statement representing himself. He shouldn't be doing that. No,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Anthony. I can't explain Peter Navarro. He's in a world by himself, so I don't even want to go there. Let's stop this nonsense and figure out how can we get our control over this now. 美国知名连锁超市沃尔玛甲旗下大卖 Sam's Club 宣布，20起所有人客需要挂喙安，因依据美国疾管中心指引，挂喙安会当保障社区健康。到时阵门口将安排防疫大赛，若人客无喙安，将免费提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日本的疫情，对解禁了后是愈来愈严重哦。15日本新增加的病例就有450个人，是解禁了后上严重的一天。其中东京就有165个人，到16中午为止哦，东京超过280人确诊，是一日增加上侪病例记录。东京嘛遂宣布感染扩大警报。报道。因为疫情，南韩的失业率嘛欠悬哦，今年的基本工资调整嘛受到影响。政府提出甲上加时薪为8590韩元调悬到8720韩元，差不多是大约213块。也毋过只有起1.5%，1.5%是历史的新低。劳工方面的代表是非常的不满，伫投票的时阵嘛全部拢退出来表达抗议。南韩的基本工资搁再调起，上计工资委员会则是决定，将上计时薪自8590韩元调到8720，差不多大票213，有400万劳工适用。That's the smallest ever on-year increase in South Korea's history.
just 1.5%. 起爆只个那1.5%，是1988年以来上低。基本工资起较少，原因是因为疫情冲击经济，不过协商过程无顺遂。资方讲，因为疫情，大家爱共同渡过难关，要求上期时薪降到8410个韩元，差不多206台票。劳方代表是认为，因为疫情，所以更加应该保障生活困难的劳工，上期时薪应该起到1万韩元，差不多245个台票。双方意见无同，政府提出这种方案表决，不过投票时阵，劳方代表拢无来，最后是9票赞成，7票反对定案。We believe employers, employees, and those representing society's interests did their best at pooling their wisdom to overcome the emergency situation. 谈判结果会送到雇佣劳动部，伫8月初5正式公布，明年1月初1生效。劳资双方会当各提出无同意见，经过劳动部考量了，会当退回上期工资委员会重审。不过伫过去唔捌重审过。另外，南韩政府统计，6月份有超过71万人领失业津贴，政府总共发1.1兆韩元，差不多261亿台票的救济金，比去年同期增加63%，两项拢创新高。南韩自2月疫情发生以来，领失业津贴的人就无降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因为香港议题变加较紧张了。美国的《纽约时报》是指出了，川普政府可能会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甲家属发布旅游禁令，人已经伫美国的毛可能会向要求出境。目前美国是阁无回应。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是批评讲，美国伤过悲哀了。伊嘛讲哦，美国指控中国有人权的问题，根本是这个世纪上大的白贼。美国总统川普则是签香港自治法，反制中国伫6月底通过港版国安法，讲会制裁压制香港自由的相关人员。美国《纽约时报》第10号报道，川普政府正伫咧传一份制裁名单，可能全面禁止中国共产党员甲家属入境。若消息是真的，代表会影响2.7亿人去美国，这样是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上有敌意的行动。报道讲，若已经入境的中共党员甲家属，可能被撤销签证，要求离境。根据2018年统计，将近300万的中国公民访问美国，这么因为疫情加真少，不过美国要安怎确定党员的身份也真困难。2017年，川普就把引用移民加国籍法，禁止有损美国利益的外国公民到美国旅行，对部分穆斯林国家实施旅游禁令。所以一般认为，川普若要对中国实施旅游禁令，也引用共一个法规，不过到这么也无美国官员出面证实。The great and noble human rights project of the 20th century is in crisis. Authoritarian regimes perpetrate 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every day. 第16日到美国国务卿庞培奥发表人权相关演讲时阵，讲到中国加北韩政权是全世界人权危机的国家。在这个时阵，中国央视是发表正面的报道，指香港的官员加市民支持港版国安法。其实美国呢，现在用这些制裁的手段来制裁香港了，对他们自己本身也有很大的损害。那我们香港其实不怕，因为我们香港自己本身的发展也不靠美国，我们后面还有我们的祖国的支持。这些暴力的分子，我们觉得非常愤慨，非常不开心。国安法一出台了，那一些暴力分子呢，没有怎么枪决。被问到美国可能对共产党员实施旅游禁令，中国外交部也提出批评。如果这样的话是属实的话，我觉得是非常令人可悲的。美国作为最强大的国家，它还剩下什么？美国关于中国的人权问题的指控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美方的有关官员应该为他们感到羞耻。中国讲美国一直讲白贼，这是全世界上大人权侵犯者。也讲美国官员未说是取消共款的打压霸凌中国，是不利两个国家未来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国际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一开始是比利时联邦众议院以正多数的票通过小停台湾的决议案哦，呼吁比利时政府爱支持台湾的民主的发展，跟国际的参与。另外，嘛捌有议员提案呼吁承认台湾哦，虽然无成功，也毋过代表对台湾正大的支持。再来看，为了吸引中国的观光客哦，德国愈来愈侪商店使用微信支付，也是支付宝。也毋过，德国的情报部门嘛提出警告，讲这中国的行动支付的平台哦，有各自外漏的疑虑。
再来看面对气候的反常哦，12间全球主要的石油公司，包括沙烏地阿美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还有埃克森美孚哦，嘛头边宣布讲要设定目标，甲依照生产石油的比例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第14签署香港自治法，停止对香港的特殊待遇哦。咱的陆委会昨嘛开记者会，发布8项应变的措施，表达蔡政府的立场，内容包括强化管理，监视着中国香港、澳门人士个资金来台湾，升级国家安全，嘛要来强化开港服务交流办公室。北京政府硬杀港版国安法引起各界反制，陆委会昨日嘛正式公布应验港版国安法的立场甲作为。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态度大真硬指出，港版国安法若是有损害驻港机构权益的举动，台湾会采取必要而且强烈的反制措施。亦请国人审慎评估前往或过境大陆、香港、澳门的风险，如有余力，建议尽量避免前往。陆委会列出7条港版国安法的条文，提醒台湾人，包括伫咧台湾参加挺香港的活动、炸台独、港独，也是反中的文宣去香港；伫咧社群媒体铺文挺台独、捐钱，也是捐物资予香港人等等。陈明通嘛预告，做落来针对甲中国关系真密切的港澳人士甲资金来台湾强化管理，还有针对香港优秀的企业、资金甲人才来台湾，政府等待积极研究绑定措施。回不去了，我们也要呼吁。北京当局只要认真来思考这些问题，为什么让全世界民主国家在一时之间团结起来？陈明通指出，港版国安法欠缺民主合法定序，严重侵犯民主人权，嘛叫香港人笑讲是污掉法案。台湾政府会继续完善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用具体的行动来照顾香港人。若是针对港版国安法实施有漏的部分，要求台湾政治性的组织要配合。都有监视香港的活动来提供资料，陈明通嘛强调讲，绝对无可能，一定会拒绝。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团占领立法院的主席台，民进党团伫昨下晡4点外冲入去立法院，要来清掉霸占主席台的国民党团。立法院长嘛随着宣告讲，民进党团的提案表决通过，监察院的人事动议权嘛提报议会来进行表决咯。昨下冲突嘛造成有立委受伤。立法院阁发生冲突，面对过长刚要进行监察院的人事表决，昨日国民党继续占领主席台。下晡要4点，民进党使用人数的优势强烈拼场。国民党立委硬死甲主席台求调例，赖书宝头去弄到主席台闹火，真侪查甫立委拍做火，有人趁机会夹手，四界拢伫挂休，那样立委第二文跪伫涂骹伫咧吐。下晡4点38分，陈玉珍去互拖出去场外，立法院长尤锡坤顺利徛起哩主席台，宣导民进党党团的提案，监察院的人事动议权，因为主席台去互占掉咧，会议无法度进行，提报议会直接用无记名的表决投票。台下国民党立委提风上头话讲，立法院长违法宣告，批评民进党偷食步。国民党党团会后批评民进党无实际清点人数，这个力量把国民党的投票卡提走。我们有看到几位就是在表决器上面出现的名字，但是该民进党委员并不在场。为什么他有表决卡？我们几乎我们的表决器里面都没有表决卡。民进党党团希望这次会当顺利完成监察院人事表决，创造双赢。另外，立委郑文平阁批评那也专列阻挡单局是为着高雄市长的补选。不过，民进党党团强调这次的照常表决，嘛引起在野党不满，认为无经过实质审查，违反议事规则，呼吁立法院长调开党团协商。我们这样想破头，除了为高雄市长选举，希望帮他们高雄市的候选人多拉几票。如今面对铺天盖地的抹黑跟攻击，我也不会因此退缩。下晡当局的面册嘛抛出一段影片，强调对家路行入体制，保卫人权是伊一生的信念，袂因为作恶就来求体。记者综合报道。
之前台北一柜 KTV 发生火灾，造成6个人死亡。市政府嘛开始来检查公共场所的公安甲消防设备，查到2名都市发展局公务人员向业者卡油收乌钱，检到约谈了，一个是红掠起来，一个是10万块交保。市长郭文德除了要求内部爱调查，嘛强调讲中高站的公务员无这款的问题。顶一日钱柜卡拉 OK 大火，造成6个人死亡。台北市府下令要检查电梯的安全，加强安检项目。不过检调查到台北市都发局建筑管理工程处使用科姓曾甲姓周的2个业务承办员涉嫌甲业者收钱。台北地检署15组搜查，拢总团39个相关人员甲证人到案，要查核清楚。你们有参与收贿吗？没有。说明一下嘛。5月份，姓曾的公务员发现新据点 KTV 复兴店5台载柴的电梯拢无使用的许可证，涉嫌甲业者加报申请员工的检查费，10台菜电梯拢加报2000，拢总收1万块，互业者顺利摕到许可证。最近这2年来，嘛涉嫌高级检查促进协会的人员，甲 KTV 甲大卖业者乌西。透明侦讯了后，姓曾的公务员风声阿进见，另外一个公务员是以10万块交保。哎，你干什么？在干嘛？干嘛撞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你干嘛贪污？干嘛撞人？乌白龙各结一个誓要拍记者，姓英的检验员伫咧亲人的安踏甲陪同之下，是赶紧离开。算算的，伫咧郭文德第2任期1年半以来，已经有3件公务员涉嫌食钱的案件。8万人的团体没有办法保证每一个人都没事嘛，但是事实上我们还有一些比较小的问题，都是那种比较低阶的。我是相当有自信的，中高阶的不会有问题，不能保证100%没有，但是我觉得台北市还是全台最清廉的地方。郭文德表示，已经指示由副市长彭金星做专案负责人，调查清楚了后，才阁甲外界报告。若伊要是真有自信，讲台北市要是台湾上清廉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监察院的政治现金公开的平台资料中，发现讲苏贞昌的第3查某囝苏卡纯的设计公司有借因阿姊苏卡费580万，甲总统蔡英文180万的案件。国民党是质疑讲，这根本是客观的冒失头。苏卡纯早嘛伫面册声明强调讲，所有的标案拢是合法标来的。伊嘛强调讲，伫因爸爸苏贞昌做行政院长的期间伊的公司未阁做任何政府的标案。邀请民众自己也成为表演中间的一部分。捌设计2019年屏东灯会，咧讲伊的设计理念的，就是苏贞昌的第3查某囝苏卡纯，嘛是23设计的负责人。监察院政治现金公开平台，当日公布立委申报的资料，嘛公布23设计有接因阿姊苏卡费580万，甲总统蔡英文180万的势头。互国民党质疑讲，伊是靠因老爸才摕到这么大的标案。今天哪一个评审委员今天看到哇？我们的苏大院长即将上任了，他的女儿耶，来标行政院的政府的1000万的标案，我请问你哪一个部会敢不给这个未来老板的女儿标案？台北市议员罗志强指控讲，苏卡纯创办的23设计，伫咧2019年1月份，苏贞昌确定就任行政院长的前1礼拜，23设计都摕到行政院下底台湾科学教育馆1000万展览的标案。另外，伫咧今年5月份，23设计嘛摕到新竹县政府互动艺术册展的700万标案。罗志强批评讲，根本是苏家的天下。23设计伫咧南京东路2段的大楼，毋过办公室的扛棒是挂超越基金会的牌仔，是苏贞昌创办的文教基金会。苏贞昌10月伫咧台中参加翠岩国家队活动的时阵，嘛替查某囝感觉真委屈。主公司工作超过10年，这10年刚好我是没有在任公职，他的努力也在业界得到肯定。苏卡纯是透过23设计人面册发表声明，强调讲一切标案拢以政府的公告合法标着的，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称在家做防攻击甲造污的对象。强调讲，自即马开始，伫苏贞昌做行政院长的任内，23设计拢未阁投标任何残疾政府的标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针对一柜 KTV 的火灾事件，台北市政府昨下晡开记者会，表示讲，2名死者的和解金额拢有上千万，99位受害者内面有56位愿意甲业者和解哦，其中有21位会有小机会来协助进行团体诉讼。
北市府官员坐几排，包括副市长蔡炳坤、法务局长袁秀辉等局处长官，也阁有消基会代表也来，向国家报告处理进度造成6人死亡的钱柜林庄店大火意外。自4月2日发生以来，北市府将99位受害人中有56位达成和解还是调解，其他43人有21位愿意团上，将委托消基会处理，有计10月提起诉讼。那这6位往生者，可以说也告一段落。有5位已经求偿完成，另外1位也同意和解，但是还有一些程序还必须在进行当中。那我们这一次的受害者所争取的权益，事实上都在1000万以上。蔡炳坤强调，自火灾发生到今，拢是一对一服务，互受害者感受北市府协助的诚意，也为因争取1000万以上的和解赔偿金。不过对受害者来讲，亲像只是一个数字。对陈贵现在每天还能营业这件事情呢，我还是仍然感到非常气愤。你伤费损失几天，我赔你一些钱就好，这是他的态度。对他来讲，他只是一个数字。我认为他没有真正过面对生死。在市政府跟钱柜在对这件事情提出的调解，我认为是在态度上来讲是不让受害人觉得温暖的。他们对于这个钱柜没有这个很公开的，比如说管理权人的正式道歉，他们也觉得不舒服。一直伫边仔协助受害者认证的市议员应晓伟认为，伫协商过程，亲像感受未到北市府甲业者的积极作为，伊希望法院未来伫审理时会当做出定法性的赔偿，互业者会当重视消费者的生命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交通部观光局即前编2亿的经费推出学生乐园方案，19岁以下学生伫今年的7、8月份去全国22间游乐园，唔免钱会使耍烫海哦。也毋过目前经费剩无到一半，交通部已经向行政院来争取预算了，希望补助唔通一半就划停。游乐设施排队的人是长到老，看袂到上尾段直道，尤其想要耍到新竹六福村受欢迎的设备，上无爱等90分钟。若是伫咧云林甲乌山，游客嘛甲园区钱甲叉，休大月，佮加上安心旅游补助的加倍效应，带动各路的人潮。所传出补助经费要用了可能会取消免费入园的补助，还是降价补助额。我们都是会配合观光局的政策的，那不管观光局他这边怎么规划，我们就会好好的去做配合。不管说最后的政策决定是怎么样，那六福村这边呢，都会以一个最优惠的一个方案来提供给所有的民众，可以来六福村玩。补助会当继续，业者看法无同。观光局电子垃圾安心旅游补助地青村的方案，针对19岁以下少年人，伫咧今年7月份、8月份，会当无限规格来全国22间游乐园佚佗，每一个人上限补助500块。但是游客比原本想的搁较济，像讲六福村，平均一天就要1万人次入场。19岁以下的人是占整体70%，若是减乌山的游客量嘛继续伫咧增加。根据观光局的统计，到10月为止，已经有32万人次使用这个优待，两亿补助预算嘛剩4、5成。这一波的确比我们预期的还要踊跃，所以目前的经费，我们是提前来思考。如果观察这几天到7月1号到7月15号，它的经费是会有不足的一个问题哦。观光局紧急伫咧找业者来开协调会议，确定甲补助的金额调降到上济350块，毋过10月搁第2届来协商，希望会当搁降价补助额，改做每一个人补助上济200块，但是和部分的业者所还未达成共识。交通部长林佳龙是表示，优惠袂当停，观光局已经向行政院来争取预算，嘛继续甲业者来协调，互原本定的补助方案会当继续到8月底。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长林佳龙15宣布讲，日月潭国家风景区已经确定范围会搁较宽，埔里、鱼池乡、搁有水里、车亭、搁这3个车头当地嘛拢希望会使来提出完整的规划，才会当久长。温色的列车豆豆驶入水里车头，游客时间抓准咧翕相。虽然伫咧一级的支线顶悬，不过袂少游客讲，水里车头是加一份宁静的美丽。水里的人文啊、风景啊，或者是甚至连空气都跟北部非常的不一样。袂少游客来水里车头遮佚佗，就是介意这个小站的光景。交通部长林佳龙嘛宣布，这个铁基路沿线甲车头4公里会纳入去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的范围。这对水里乡公所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嘛希望中央会当提供相关的补助，推动观光。我们可以直接跟中央来争取经费，让
结合中央的资源来凸显在地的特色。水里乡公所表示，英过水里敢若红当做一集，甲车埕中央的站。了后，希望以车头做主体，加入铁马甲深度旅游，成做一集线一个焦点。另外，包括埔里的地理中心碑、甲虎头山、甲鱼池乡的2个村庄，也佮有水里车埕一集的铁基路景点串联起来。二月潭国家风景区的范围增加要1000公顷，二月潭管理处的总面积嘛会达到2万公顷。地方虽然是真乐观，是更加希望有长远具体的规划。长期的配套、长期的规划，但是有没有办法呢？比如说盖房子有什么限制啊，或者是我们需要怎么配合啊，这个我们都不知道啊。争取人力的一个增加。那经费的部分，那我们已经透过观光前瞻2.0计划来提报。二月潭管理处表示，范围扩大公告了后，希望会当带动产业、甲国民旅游，也若人力甲预算，敢会当增加，还阁爱评估。当地民众是希望讲会当有具体的规划，让国家风景区有更较侪人来行踏。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市面上的卖的石榴籽拢是甜的。台中有一位农友用7-8年的时间来改良品种，今年是成功种出软籽的石榴，咱做伙来了解。互人叫做是果子红宝石的石榴，用手甲掰开，内底一粒一粒，袂输是珍珠共款，食起来酸甜酸甜。这个和一般市面上卖的无同，伊是台中外埔的农民范进清，今年拄试种成功的软籽石榴。顶籽呢，它最主要就是在这个萃取用，啉果食袂啦，但是呢，咱这呢。你安尼甲掰开来食，你这呢唔免配籽，这籽呢，你就这个呢，直接吞下就吞下落啊。食这款软籽的石榴免配籽，也唔免惊囡仔会夹着，方便佮好落喉。范进清因为家己爱食，所以自7-8年前开始研究，无厝农药，一年通收2届的进口黄石榴。尤其是在我们台湾，尤其像这一阵子，雨水那么多，雨水下了马上高温下来。这个你要做到没有化学农药，是一个相对困难。范进清讲，台湾雨水高、温度高，要种出好品质的石榴实在无简单。这阵软籽石榴总算试种成功，农民朋友的用心，也让咱台湾的农业一直进步，发展甲愈来愈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到第3个公所，长期以来拢送会使分解喷的塑胶螺仔，予民众。这种会使生物分解的塑胶螺仔装喷了后，会使直接等入去喷桶，佮会使发酵做成做肥料。像这对嘛，甲肥料佮送予乡亲来种花种草，是1.25。眼前的这个塑胶螺仔真特别，改变一般塑胶螺仔无环保的观念，因为伊会当家己分解，底喷了后，唔免搁再处理，就会当直接回收。平常的话，我们除了就是鼓励居家，他假如说要到厨余的时候不方便时，他可以用环保袋子的时候，腾型基板它是可以分解的，也就配合厨余的回收。因为环保塑胶螺仔会当家己分解，清洁队回收了后，透过发酵处理，转化做有机质的肥料，提供种花草使用。我们如果拿到我们这个堆肥可分解袋呢，各位证明呢能丢到我们的厨余桶里面，就会拿到我们清洁队做堆肥的部分。那堆肥呢变成有机质，那有机质的话，它就是草花的我们所要用的介质。那我们那个可分解袋呢，它在土里面呢，大概6个月到1年左右呢，它就可以完全分解。这对我们的环境里面呢都不会造成负担。最近，个人开始重视塑胶减量，不管是个人或者是公家机关，只要有心，拢会当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像是这种环保分解的塑胶螺仔，充分达到循环再利用的功能，嘛大大减少地球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劳动部昨是公布上新的无薪假的数字比顶礼拜减少2200多人，也毋过放无薪假的企业却是增加22间。目前餐厅、旅行业者景气有豆豆变好，也毋过制作业因为阁无外国的订单无薪假的人数阁会继续的增加。疫情关系，所以很多都是可能就没有办法去
再去接 case 还是怎么样？找头路的民众看到壁顶引人的资讯，煞是感觉真烦恼。因为虽然疫情有较缓和，不过就业市场甲景气敢若是还未恢复。高雄市劳动局表示，运输仓储业无薪假的人数比顶礼拜减159个人，不过制造业是增加236个人，所以国产业加减了后，总人数也是比顶一期加75个人。他跟我们反映他的心声是，他国外的订单目前还是很艰困，所以大部分的制造业，如果说他跟国外还有在做生意往来的话，他其实目前还是受疫情的影响，还蛮严重的。就全国的数据来看，疫情打开始的2月底，实施无薪假的公司，敢若41间，有1662个人。6月底达到历史新高，1440间，有31816个人。7月中上新的数据降到974间，有23607个人。看起来敢若有减少，甲顶礼拜的数据来比较，顶礼拜实施无薪假的人数有25826个人，952间公司。这礼拜虽然实施的人数有较减少，不过公司是加较侪间。制造业它在这一期，它还是在家数人数都还是有增加哈。家数的话是增加16家，那人数的话是增加305人哦。国内的这个消费力有提高的话，当然它的实施的状况就会比较趋缓。因为疫情较缓和的关系，互航空所属的运输仓储业、甲餐旅业的无薪假人数有较减少。不过，因为外国真侪国家疫情又搁有反复的趋势，加上全球的疫情到今还烧未退，制造业无薪假的问题，恐惊短时间内是真恶复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台南的嘉义国小有一群学生，因是用台语读剧本的方式来学台语哦。因读的是世界正出名的小王子，这个学生哦是非常认真来背台词，演戏的表情佮动作嘛拢一直在练习，是真古锥。咱做伙来看卖。走，1、2、2、2、3、2、4、2。对着剧团老师的口令，学生认真练习。因第一摆要伫舞台搬戏，而且是用台语。阮是港星球的人，阮是小王子。小王子是世界有名的文学作品。嘉义国小这12位学生分组，有的人念口白，有的人演小王子甲无共星球的人。因已经练习1个月尾，学生的表情嘛真认真。就是爱加迄个动作啊，音爱加好对对。现场不只有剧团的老师，阁有一位志工阿公詹进良，伊会教囡仔发音。嘉义国小的台语教育，这位阿公志工贡献足大。伊对台语文有研究，平常时就伫学校教1年到6年学生的台语朗读。这道活动伊嘛负责指导读剧本。伊家己有2个孙仔，就是现场的演员。囡仔讲台语的人啊，愈来愈少啦，所以我嘛有迄个兴趣，来斗帮忙，大家做志工，或者囡仔吼一个鼓舞的现象啦，囡仔有迄个兴趣，有迄个机会，有迄种舞台，因应该会表现搁较好。因为学生拢有台语的基础，5、6年的看剧本嘛毋是问题。毋过上台表演拢是囡仔的第一道。一开始阮嘛是有带因耍一寡戏剧游戏，因为大家会当较了解讲，戏剧是啥物，会当伫舞台顶做啥物，比如讲是声音的、空间的，还是动作的，无共款。了后才入来剧本。小猪的目睭，世界看倒面会当坐咧。这回是因为台南台语话活动，嘉义国小表演2场，小王子嘛会使讲台语，囡仔用身体嘛用母语，透过世界经典的文学故事来了解台语文化。记者陈家军、赖伟做台南报道。搁一方面，咱来看波士尼亚平原山区有一个砖头路克米尔，这个民众讲哦，因完全拢无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庄内无人喂着白。也毋过今年因为疫情是完全无观光客，村民嘛讲哦，无人来吵，安静生活嘛是真好。在海拔无甲1500公尺的山壁，波士尼亚境内上悬的村落路克米尔，维持独立的环境，可以闪过新冠疫情的摧残。这老大人游玩过着平常时的日子，大部分时间拢踮伫个旧厝内底，照顾因的土地甲园仔。Nema korone. Ovo se komotno kreće bez maske, bez rukavica, bez ništa. Eto, ja vam niko nije zima, još tače rukavice, ali vi ste se naučili to pa. 路克米尔村民大部分穿家己天的衫，几百年来拢是安尼。
这几年，若甲冬天因会落山到首都塞拉耶夫，甲因的子孙团圆斗阵度过冬天。若是春天一到，山顶的冰雪扬起，因过上山，登去因口中的和平之港。今年3月初登来了后，无偌久，波士尼亚都因为新冠疫情全国封锁。Turista slabo imamo, turista nemamo. Kako je prošle godine bilo, ove godine nema ništa. 过去10年来，这村民已经惯势疫情招呼过路游客。这游客大部分是真爱大自然的骑脚踏车，或者是爬山的人，来欣赏壮观的景色，加中世纪的梦牌。今年受疫情影响，用要无观光客，不过因也无要紧，依然真享受山中的生活。To je tako jedno lijepo mjesto, divno, ja to volim, volim našu nošnju, volim sve, ovaj kraj volim. Eto, ovdje nema korone u svijetu, ima svugdje u Americi, ali kod nas na Lukomiru nema. Lijepo, kokad je lijepo, lijepa priroda, lijepo sve, lijep zrak, narod. Sve je to gostoprimljivo, svakoga hoće primiti, svakoga hoće ugostiti. 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北非国家突尼西亚解除部分的边境管制，慢慢对外来开放观光旅游，也毋过外国的观光客嘛是非常的少。本地业者只好一边加强防疫，嘛要有心理准备，到小月日子无遐尼紧就结束。北非国家突尼西亚以地中海海沙堡正出名，也毋过伫新冠病毒大流行，或者国际观光客减少，这么来海沙堡即个那村当地游客。伫世界慢慢放宽封锁措施，突尼西亚伫6月26也开始开放边境，接受部分外国游客。不过游客爱来自感染风险较低的国家，也要遵守严格防疫规范。入境进前也要主动提供新冠病毒采检阴性的证明。On met du gel hydroalcoolique quand on rentre dans l'hôtel. Toutes les surfaces sont désinfectées. Ils nous prennent la température, oui, effectivement, comme à l'aéroport d'ailleurs, en arrivant. 突尼西亚6月初时开始准饭店业者营业，不过就要执行严格防疫措施。饭店业者讲，政府纾困伤慢，虽然政府讲要开1.7亿美金定型饭店业者，不过有业者讲，因拢也未收到。ثم دي بلاتفورم احنا قمنا بتعميرها للطلبات هذيا سواء المنحة نتاع 200 دينار اللي باش تمتع بها العامل اللي ضر هو في شهريته والا القروض هذه اللي تم تخصيصها للنزل تبقى الاجراءات 因为惊讲有旅客来了才发生症状，所以饭店内面随时拢有医生伫咧。En cas de doute, donc s'il y a une température qui persiste au-delà de 38 degrés, ou s'il y a des signes de toux, هذيك toux sèche, ou عنده une diarrhée, tous les symptômes qui sont en relation avec le Covid-19, هذيك وقتها أنا نكلم le 190 ويجرى الخروج نتاعو. 突尼西亚这季的观光客依然是不如预期，也个需要更加侪旅客来消费，这当救因为疫情严重影响的旅游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各地拢是真湿热的天气哦，相关温度有可能会到38度以上，紫外线嘛是真强，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做回来看今仔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7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华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
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推小姐。今仔日的人客有够多，敢会使卖个用的刺激摆啊！咱今仔日要来讲的，就是我即摆的感觉。压杂，压杂，汉字写做压杂，罗马字写做压，字压杂，两字拢是入声第四调。台语的压杂甲华语的龌龊，虽然汉语同款，不过意思甲发音拢完全无同。压杂是讲人的心情袂快活，有时是因为天气、湿度的关系，有时是环境，也是代志袂顺的关系。只要是心情袂顺、无欢喜，阁无法度解决，拢会当讲是压杂。像讲有时阵，阮会拄着一寡人体真歹性地，电梯速度上慢，就甲阮骂，阮阁无法度应转来，心情都会有淡薄仔压杂。台语和压杂外语的词有高超烦、迎心、烦恼、郁闷等等。高超烦是咧讲人的个性，迎心有受气的意思，烦恼郁闷较负面。压杂是心情闷闷啊，感觉无介好。不过我若特别压杂的时，我拢会去做运动，减轻压力。大概运动了，我的心情就会较好。若卡袂到就压杂，有可能变做是郁症。郁症是现代人真常有的病症，甲身体的其他艰苦病痛相像，拢是爱去互医生看。若有照先生的方法落去治疗，拢是好个哩的，至少嘛当控制甲真好势，会影响正常生活。人讲欢喜嘛一天，痛苦嘛一天。咱做人吼，唔通无代志，家己生代志，食饱换腰，擦家家己牙，家己找烦恼，互家己歹过。人讲改运不如改心。丢压杂、高超烦、迎心、郁闷、郁症、食饱换腰、擦家家己牙，改运不如改心。祝大家大工拢欢喜，压杂顺利利。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